叫做成人组啊，是吧？会吗？那是叫哪一组？合唱团、合唱组哈。咱的中委会派出的团队哦，就第1名，咱来听听看哦。欢迎江岸唱好哈。联合会办的卡拉 OK， 我们有代表长辈会唱了一首《惜别的海岸》，是团体的，所以我们拿到第1名。为着环境，回当来完成彼段永远难忘的恋情。孤单来到赤壁的海岸，天地永远也无改变。不平静的海音声，唱阮不平静的心情。啊，你要的情景不在眼前。为着环境，回当来完成彼段永远难忘的恋情。孤单来到赤壁的海岸，天地永远也无改变。不平静的海音声，唱阮不平静的心情。啊，你要的情景不在眼前。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，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。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。不平静的海音声，唱阮不平静的心情。啊，你的情景不在眼前。虽然一切拢是环境来造成，对你的感情也是无变。我也永远期待着咱的幸福的前程。谢谢。真是太棒了，怪不得拿第1名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真的非常感谢哈。伊是讲我的50岁，50通岁我就加入中会会，20年我即摆已经70几岁啊哈。所以中会会很多的兄弟姐妹，大家真的是有心要出来帮忙，大家拢足好哈。所以我希望大家会当多多参与，啊嘛，佫希望较少年的，因为毕竟阮70岁了，咪就80了，咪就90哈，所以真的需要一些新的血人，好不好？